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长罗秀燕捌来挂保证，讲这个高端疫苗卖入去校园，都是要互学生来注着高端的流感预防剂。不过台中有一间高中煞来发通知，讲因为市府这个买疫苗无够，所以学生是注国光，老师是注高端。这是引起到老师强烈的不满，痛骂罗秀燕的承诺来跳票。台中市政府讲，已经紧急来调度赛诺菲疫苗到学校，予老师注。这学生伫学校注预防剂无高端的这个政策无改变，即摆扩大到老师嘛适用。学生排咧要注流行感冒预防剂。台中东山高中注预防剂，校方伫昨通知老师，因为市政府买这个预防剂无够，所以学生注国光疫苗，要毋过老师拢爱注高端的，引起老师的不满。讲老师感觉毋是校园的一份子，嘛骂罗秀燕讲，伊保证高端袂入去校园跳票。基层教师的生命难道这么不值吗？然后就感觉到相对剥夺感非常严重。校方尊重老师的权益，市政府嘛透明调赛诺菲流行感冒疫苗到学校，为今日开始予老师注。现在就是改成赛诺菲之后，就让老师有自由意愿哦，要打的话，今天就会一并施打完毕。针对这个代志，市政府冇解说。卫生局已启动紧急调度作业，即日起，学生在校接种无高端将扩大为教职员工在校接种亦无高端。市政府讲，未予学生注高端的政策无改变，本来是要保障学生，即马开始扩大，连老师嘛适用，要保障师生共同的权益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